被譽為電腦科學與人工智能之父，一生雖然短暫，但係充滿咗傳奇同埋悲劇色彩。佢嘅貢獻可以話係我哋今日所享受嘅數字世界嘅基石。圖靈最著名嘅理論貢獻係喺1936年提出咗圖靈機嘅概念。圖靈機唔係一台真正嘅機器，而係一種抽象嘅數學模型。簡單嚟講，圖靈機就係現代通用電腦嘅理論藍圖。我哋今日所使用嘅電腦、手機，佢嘅基本工作方式都係離唔開圖靈嘅理論框架。圖靈嘅另外一個貢獻係喺二戰期間，佢加入咗英國政府嘅秘密密碼破譯部門，參與咗破譯德軍著名嘅 Enigma 密碼機。圖靈設計咗一種叫做炸彈機嘅機電機器，極大咁提高咗破譯效率。歷史學家認為，圖靈團隊嘅工作使盟軍提前掌握咗德軍嘅戰略部署，至少縮短咗2年戰爭時間，拯救咗數百萬人嘅生命。另外，1950年佢提出咗著名嘅圖靈測試，呢一個測試提供咗一個判斷機器係咪擁有智能嘅標準。如果一個人喺同機器同埋真人交流嘅時候冇辦法區分邊一個機器邊一個係真人，咁樣就可以被認為呢一台機器具有智能。呢一個概念至今仍然係人工智能領域最重要嘅思想實驗同埋研究方向之一。但係呢一位天才卻充滿悲劇。由於佢係一名同性戀者，當時嘅法律係接受唔到呢一種性取向嘅，因此年僅41歲嘅佢可能係因為鬱鬱寡歡而不幸去世。從定義計算嘅理論模型到破解戰爭密碼，再到開啟人工智能嘅先河，Alan Turing 用佢嘅一生深刻咁改變咗呢一個世界。